嘉义市长吴东吉的候选人黄兆聪不幸往生，中选会已经依照选罢法暂停选举。也来讲到这选举会重新来经一致举办，上新的决议是延期到12月18。中选会表示，考虑到这届地方公职人员的任期是到今年的12月25，为着要让候选人有参选的准备时间，也考虑到选务工课，才会定在咧12月18。专轮车停伫路边，原本要从选前的嘉义市长候选人初三开始全面暂停活动。无当届嘉义市长候选人黄兆聪初日透早雄过身，照选罢法的规定，爱暂停选举，重新办理公告登记投号。民进党候选人李俊也表示，会先交议员复选。已经宣布说，我今天先暂停选举，好，那接续我们会全力来辅选我们的议员。社会成本这是难以估计的。第二个，选务的经费目前是欠缺的。黄明辉呼吁考虑成本，若则无法度26进前完成相关流程，市长选举就要单独举行。在期元老候选人到中选会诉求直接延期，不过嘉义市民普遍无赞成。入场绑议员的选举，大家才会顺便投票，比较热门啦。有人感觉当两改票真麻烦，有人烦恼邮寄市议员甲里长的投票率。不过学者有无共看法，认为该期冲击较大的应该是市长选举，因为时间久长，有可能有政党的换将加上候选人加入这个变数，对市议员甲里长选举的影响颠倒较细。里长的选举那个绵密度是很够的，有的里才1000多人什么的，所以这些里长会去把这个选期给绷紧，会去催票。那催票当然也牵涉到议员，因为议员跟里长都会有个联动。这是2007年公职选罢法建立县市长以上候选人死亡应该停办选举的规定了后，头一届有县市首长候选人因故死亡。中选会下晡宣布，嘉义市长选举要延到12月18举行，11月7至12受理登记，29投号。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正压力继续伫咧高端疫苗顶头请拼。民进党的陈时中竞选总部昨公布影片，找疫苗过敏者来替高端挂保证。不过，国民党的蒋万安却是批评讲这是恶意的政治操作。也那陈时中阵营是批评蒋万安选择性监督。另外，无党籍的黄珊珊批评中共董事长赵少康所讲的新德换台北，批评赵少康这款的讲法是政治利益分配，而且是敢讲唔敢担当。台北市长选战剩无到1个月，压力继续伫高端议题攻防。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团队初二公布影片，找疫苗过敏者替高端背书。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批评恶意政治操作。把压力转嫁到对疫苗过敏的民众，我觉得这是非常恶意的政治操作，也是对于台湾民众的善意软土深掘。对蒋万安当萧委74%的排案，针对单一部会只锁定陈时中一人，这是中华民国立法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中电也反批蒋万安要选市长无公正笑，说针对疫情查联邦，无应该拄着争议就洗碗。黄珊珊针对高端民众背书，认为咱唔找做支持高端的人来背书，也批评陈市长伫大家咧抢疫苗的时阵，又为咧做啥物？另外，也阁争气保议题，剥夺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先在换台北面对哪边下政机，向哪遐开炮。讲得很清楚的人，敢了说又不敢负责。我问过蒋万安先生很多次，你到底同不同意这样的政治分赃？看起来他是用平常心来看政治分赃哦。对台北市长郭文德最近讲，伊的支持者恐惊无法度转移予黄珊珊，需要自立自强，甲这一目字顶言论拢互解脱，放成黄珊珊。黄珊珊回应台北政绩都是上好的推荐，外界无需要见旁插针。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新北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去互逼讲，涉嫌诈领国会助理费，也有网红也讲，前助理李中庭捌伫咧2020年到21年之间，捐60万互民众党，即期是国库趁党库的嫌疑。高虹安竞选办公室今日表示，李中庭捐互民众党是伊个人的自由，而且高虹安要捐钱，一切拢是合法的。不过，那你个候选人却是要求高虹安就要当面讲清楚。选战剩无到1个月，民众党新北市长候选人高虹安，红标准技术诈领立法院助理费，网称4000了个别讲，高虹安甲因查甫朋友李中庭聘用做国会助理，伫2020年到2021年，
拢总捐60万予民众党，可能有国库通党库的嫌疑。针对这点，高虹安竞选办公室表示，李中庭是个人自由意志支持民众党，一切拢合法。李前助理捐款给民众党，是他的个人自由意志，是认同民众党、支持民众党的表现。高虹安自己本人也另外有捐款及其他的付出，一切都是合法。国民党林敬仁顶一日质疑讲，李中庭的电话甲高虹安同款，疑似涉及诈领助理费。针对这点，李中庭发声明驳回讲，担任助理的期间，伊拢真认真。高虹安的公务机拢由伊全时段来接甲处理，因为伊进前是甲牵手离言了后，才熟悉高虹安的。前时段代接听电话而执行任务的助理工作，是不是正职？还是身为雇主的高委员，其实不知道理性助理的正职是什么？理性员工有没有健保？毋是那样，一直针对高虹安的争议，民进党新会红要求高虹安直接出来讲好明，针对外界质疑，莫阁闪啊。高虹安委员面对所有人对他的质疑，尤其是涉及法律的时候，都是闪躲，甚至问 A 答 B。奉劝高虹安不要让新竹市民做出错误的决定。针对民众党候选人高虹安，去互质疑涉及诈领立法院助理费，兼任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高文哲是甲消停，讲高虹安一定合法。另外，法务部调查局已经交予台北地区机动工作站来做调查，会赶紧厘清敢是有不法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观众朋友来关心经济，美国联准会搁再宣布要升息3倍。咱的央行总裁杨金龙在去表示，这货币政策的辣头渐渐浮出来了。台湾后个月敢要对咧升息的，就要交予李干事会议进行讨论。美国联准会初二阁宣布升关利息3码来对抗真悬的通货膨胀，这是美国今年3月以来第6遍升关利息，联邦资金利率区间已经到3.75%至4%，这是2008年1月以来的上悬。当时主席鲍尔伫会后记者会暗示，暂停升关利息也伤早，市场预估联邦基金利率会升关到5%以上。对这件代志，央行总裁杨金龙伫反应表示，货币政策的影响慢慢出现。假设12月又升3码，那就又要加0.75啦。是，那就5其实也很快就到了啦。货币政策的一个作用力呢，它是会有一个时间的落后。是，那现在因为它累积到现在，你看看现在开始呢，虽然它的一个劳动市场呢，现在还是稍微有一点紧俏，不过呢，很多的产业都已经开始在下修。面对联准会升关利息见各雄，台湾央行12月甚至原来升关利息，杨金龙是讲，这都要交由理监事会议来共同讨论决议。礼拜3美股由红变乌，连带影响台股早盘以12985.55点开出，失收13000点。电子、团产、金融拢落价，中场落113点，收跌12986点，成交金额是1635.25亿。那和国新山台积电的股价也同步走低，以385开出了后，中场收跌384块，期待一个落10条大关以下。费德宣布升息3码以后，那么纽约道琼股市跌了下跌啊，500多点啊。然后纳斯达克跟我们汇成半导体组是跟我们是相对的比较高度连接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所谓科技类股，大部分都下跌。11月的升息，或者可能未来12月的升息。所以我们会观察股市的整个的价量各方面的表现，在评估未来如果有需要，还会有进一步的措施。财长苏建营表示，个人基金目前也在场，已决定会当动用的2000亿来调节，会密切注意市场的发展，适时进场。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日亲身接见2022台北安全对话外国贵宾。蔡英文表示，面对威权主义一直变大，台湾会加民主动派加强合作，捍卫共同的信念和价值。另外，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柯海诺表示，中共第20大了后的侵略行为是愈来愈长久，所有民主党民就要拍拼，甲中国压落去，才会当确保中国所引起的竞争袂变做是冲突。来自美国、乌克兰、德国、日本、立陶宛、土耳其等几个合作访问台湾。蔡英文总统亲自接见，在中共20大了后，中美竞争愈激烈，面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烈维稳，台海问题浮上台面。蔡英文也呼吁5万甲民主派加强合作，发挥共同的信念和价值。
我要告诉各位，台湾是维护区域和平、坚守民主自由防线的良善力量。我们不挑衅、不冒进。面对威权主义的扩张，台湾会跟民主伙伴持续的加强合作，捍卫共同的信念和价值。The position of democratic Taiwan with autocratic China cannot be more stark. I won't repeat what is already commonly known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s policies and its objectives, except for highlighting that the coronation of Xi Jinping at the recen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20th National Congress again underscored that there is but one voice in China, and that i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前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关海路表示，中共想要中写世界特殊来维护北京家己的威权体制甲国家利益，伊呼吁民主同盟爱拍拼吓惊中国，才会当确保袂发生冲突。另外，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EC 也当咧访问台湾等系小天。To Beijing, and I think the core message of our visit here is a message of solidarity to show, just after the Party Congress took place in Beijing, that Taiwan is not to be isolated, but that contacts will only increase.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努力地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范。外交部长吴钊燮初三亲自颁奖特种外交奖奖予欧洲议会议员鲍瑞涵，因为伊确诊得病已治疗，该以是受领奖。记者综合报道。国军为着要反制中共的飞弹威胁，目前有444粒的爱国者3型飞弹伫北中南东的飞弹阵地。美国进前是无同意伫台湾进行试射，不过空军表示，只要保防措施做了好势，美国同意爱国者3型飞弹会当伫咧国内试射，而且这是算是台美军事合作的重大突破。有专家分析讲，伫咧台湾试射会当大大降低成本。另外，陆军伫今仔日施行直升机配合特战兵力，快速派兵去到淡水河口的战备科目，也方针为讲，这是咧加强反斩首的能力。乌鹰直升机伫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介护，为桃园龙城营区飞到淡水河口降落干道指挥部后方营区。特战队员真紧落机，配合战车甲迫炮部队牵制好民。陆军初三实施快速增援淡水河口的战术任务训练，因为淡水河口是敌军进入北市的主要路线，演练保留有中枢反斩首的意思。中共8月为台军演，国军出动爱国者3型飞弹，透过雷达对感界面，爱3飞弹会当反制弹道飞弹，乱射距离35公里、高度20公里。目前国军有444粒，全台北中南拢有准备飞弹阵地。不过美国烦恼中共偷摕飞弹参数，拢无同意伫台试弹试射。不过今麦有重大突破。我们做好相关的这个保防措施之后，这个是可以在国内试射的。前空军副司令周延廷指出，国军捌伫美国试射2摆爱3飞弹，一早派出30人去美国验证爱3接种能力，拍一条爱3飞弹成本爱9亿，若会当顺利伫台试射，会当降低成本。另外，美国各路飞弹参数方向所指挥认为，国军有能力防范。爱3飞弹去拦截，然后摧毁目标，你刚好整个做个配套措施嘛，它的拦截线、它的弹道线，最后面它的摧毁点在什么位置，可以算得非常的清楚。我想国军可以有效应对，也就是借由这个监控，还有就是驱离的方法，来把这个中共基建驱离到这个就是它可以征收参数的这个范围之外。国军向美国要精挺型爱3飞弹，预计2025-2026年分配交运，也毋过目前犹原无得到发给书。空军表示，美国已经伫行政程序审查阶段，代表有高度共识，继续按期程进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韩梨泰院万圣节发生客死人意外，造成156个人死亡，900人受伤。针对东江警方处理了无妥当，南韩特别搜查本部已经针对着相关的警察机关进行搜查。其中龙山警察署长已经去方便记录。另外，梨泰院现场画面透过媒体一直咧放送，有真侪民众开始出现心理创伤，这程度可能比2014年世越号船难是更加复杂。韩联社初三报道，梨泰院烧大事件156名罹难者已经有超过120人完成丧礼，那173名伤患，也有38人住院治疗，135人已经出院转去。这件不幸的重大公安意外，南韩民众伫哀悼的同时，甲事件相关甲无关的民众拢面临心理创伤。保安的黑影当充满社会各所在。今明18月发生，迄天也伫梨泰院现场，虽然现婚避过死劫。
不过即马煞面临严重创伤，寻求心理咨询。 네, 트라우마 때문에 지금 그날 이후로 이틀째 잠도 못 자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기억 속에 떠올라서 이제 사이렌 소리만 들어도 공황이 오더라고요. 因为事件发生伫首尔，加上资讯透过各种媒体真紧传播，所以对南韩社会造成的心理冲击。恐惊会比2014年造成304人罹难的世越河尊难更加歹平复。 계속 보고 하니까 좀 너무 슬프고 뭐 이야기 정신 뭐 그런 것처럼 우울하고 밥맛도 없고 머리도 아프고 트라우마가 생길 것 같아요. 왜냐면은 저번에 세월호도 겪었잖아요. 南韩总理韩德洙初一举行事件记者会，过程中选2摆甲记者滚双笑，和民众谴责了后，已经发表会师的声明。南韩精神科专家指出，这类大型的公众意外绝对会和民众陷入悲伤的情绪，大众也会想要了解事发原因，找出大罪人，互相指责，受害者也可能成做指责的对象。 사실은 이제 어떤 재난 반응이 있게 되면 거기에 대한 희생양을 찾으려고 하는 그런 반응들이 있게 되기도 하고 또 비난하는 반응들이 있을 수 있거든요. 뭐 예를 들면 몇 년 전에 그 针对梨泰院的惨剧，南韩警察特别搜查本部已经针对包括首尔警察厅、梨泰院所在的龍山警察署、龍山區政府等7個單位進行搜查，收集迄天的報案電話記錄甲執行工作計劃等資料。龍山警察署長已經方面接，公司新聞警完全編譯。 来看中国河南省鄭州這個所在疫情當咧逼，當地富士康工廠呢有一部分的員工感染到，當地政府也決定要進行封閉環境的管理方式，有幾多萬名員工就要關在宿舍內邊，說是有員工是忍受袂了衝出去，想要用行的回去故鄉，這個畫面也在咧網絡頂頭四界傳。另外，根據外國媒體報道，講鄭州的富士康廠區因為發生疫情了後，可能會和11月 iPhone 出貨量減少30%。無國防嘅人員甲公安收拾嘅真濟關，大陣富士康鄭州廠嘅員工拖行李快速向前行，因為已經互人封控真濟工，一旦走就緊走。我是從富士康昨天10點晚上走到現在早上12點了，還沒找到回家的路。 為10月29開始，有未少員工開始集體逃走。雖然官方捌宣布會安排車甲人員協助想要回鄉嘅員工離開，嘛會保障想要留下嘅員工權益。不過，互人封控嘅員工都錄影放起咧網絡，互外界知影佇廠內嘅環境同款無改善。我現在渾身燒的，我都不能坐凳子上，更別說爬床了。你現在你可以看一下這床，這床這麼高。 我上不去呀！我都，现在有被子我都上不去。因为富士康鄭州廠負責 iPhone 產量有85%，在大陣員工陸續離開了後，互外界關心是不是衝擊 iPhone 的產量。 現在預估就是說11月份這個蘋果部分的這個產能可能會減少30%哈。富士康呢，它也設法讓其他的廠比如說像深圳廠呢的產能能夠開出來彌補這一部分產能的一個減少。因為現在歐美這樣持續的一個升息哈，那這個終端需求呢，在這個第4季勢必也是減緩的。好，所以說需求沒有那麼樣的大量的情況之下，我認為這個問題不大。 學者表示，蘋果原本要甲中國的供應鏈獨立，也就是敢若供應予中國的需求。不過美國政府無希望高科技產業囥佇中國，所以蘋果公司佇中長期的布局是要將產線慢慢刷到印度甲越南，來避免類似的情形一再發生。記者綜合報道。 陸委會今仔日宣布，初7會開放香港、澳門觀光團入境，不過這是有限制，敢若限制香港、澳門人爾，無包含到中國人。另外，陸委會也宣布，這港澳人士會當用團體方式來到台灣觀光，由交通部觀光局核准的旅行業者代替申請，集團的人數是5人以上、40人以下，會當佇咧台灣停留15天。
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国内伫今日增加29922个本土病例，一有中重症患者220人，死亡个案有81个。另外，又新增加一个密斯氏案例，对确诊到发病计5个月，目前正在加护病房治疗。另外，指挥中心是搁再强调，这疫情会分做2阶段来放令，无论是0+7或者是5+N，伫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拢是会当出门的。不过，也拢爱挂嘴暗，尽量莫去人济所在，也莫自餐，而且也袂当坐大众运输工具。新冠本土疫情持续降低，初三礼拜四新增加29922例，比顶礼拜同期降低1成人。中重症有220例，死亡有81例，新增加2例儿童密斯氏个案，其中一个是1岁查某囡仔，注过1剂疫苗，无慢性病。今年5月捌确诊，10月底陆续出现密斯氏的症头，目前还搁伫加护病房治疗，这创下咱国内密斯氏破病症头浪上久的纪录。这个密斯氏距离确诊发病最久的一个个案是168天，就大概24周。那这个应该是很罕见的一个情形。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密斯氏的个案都还是在这个6周内。另外，莫德纳 BA.1 次世代疫苗等地组，不过有专家质疑，是药署已经核准通过莫德纳加 BNT BA.5 次世代疫苗输入，用伫12岁以上青少年甲成年人使用。不过，指挥中心好亲像为着消化当初购买的2000万剂莫德纳疫苗，无购买 BNT 次世代疫苗，这恐怕会让12岁以下囡仔变作次世代疫苗的孤儿。你这个5到6岁就一个年龄层，这个是小众，可能跟选票没有关系啊，忽略掉。那你买个1万剂、买个2万剂给他也可以，让他打了嘛。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在目前这个政策下的第一批的2代疫苗的一个受害者。指挥中心讲，莫德纳6至11岁次世代疫苗资料已经全部送到是药署审查，不过 BNT 5至11岁次世代疫苗资料也未送件，唔知有时间差。另外，确诊个例新制分做11月初7甲14，2阶段放令。指挥中心提醒，无论7+0还是5+N，自主健康管理时间快筛阳性拢会使出外，不过必须专填挂嘴暗，禁止做伙食饭，避免出入人较侪场所、较侪大众运输工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顶礼拜四伫高雄的中油大拿炼油厂发生爆炸，市政府要求中油1礼拜内就要提出检讨报告。今日副市长林钦莹带着证人入去厂区内面听中油报告，落尾是国机造成事故工厂有关是爱停工。不过，伫咧炼油厂外口有当地民众抗议，因为这份报告是中油委托厂商做的，无够公开透明，要求市政府爱甲报告摕倒转去，而且全部拢爱停工。下晡4点半左右，中油大拿厂检讨报告说明会进前，要求入去听报告的居民轰炸伫门口口。不办检讨报告，无互百姓知影。大拿部的居民甲款团伫炼油厂的门口，甲警方伫遐杀来杀去，不过也是无法度入去。中油佫一概说明火灾的原因是燃烧塔排放管线破去，地输管线伫减压的过程当中，轻气等等的气体为破坑流出去，才会造成火灾。取样呢，才能去进行一些进一步的一些化验，来确定呢这个破口的这个地方的一个管线的迹象组织它的情况。中油表示，破气的管线无伫咧大检修检查的范围内底，接续会好好检讨大检修计划范围甲风险的管理。因若中油提交报告了后，市府嘛决议中油爱继续停工。它需要做科技的检查，那么检测，同时它已经所提出来的这个方针，包含管理面、制度面向以及执行等面向哈，那么它还没有落实。市府表示，检讨报告是初稿，并无讲到制度、甲执行等等具体改善的方向，所以无法度互中油复工。大拿部的居民甲款团是要求中油爱找第三方公正单位协助调查事故的原因，避免误伤作业。拖延兼裁判哦，我家己的工厂，我阁叫我家己的特约厂商来咧检查，这够合理？要由第三方公证人来参与总体检。中油同意第三方公正单位来协助调查。市府嘛强调讲，事件调查的报告要有第三方公正单位协助理清，而且建议改善的措施甲方案。因若中油嘛要搁一届送交报告予市府，接续才会当提复工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
法务部调查局前组长徐淑良涉嫌将6公斤半的毒品偷摕出去卖，这寡毒品是证物，也逼出讲这调查局的证物管控有问题。不过，这个代志已经过1年多了，今年9月一批毒品竟然阁出现伫咧航机站的地下室库房，敢是有人家故意藏到长期咧，引起众人议论。当时担任调查局长的李文忠向社会大众回释咧，坦白承认内控机制失灵，因为调查局行业处的机动站发生拍无6.5公斤毒品的重大案件。这个查竟然是前机动组长徐淑良涉嫌家己顾家己偷，7年偷卖这个靠案毒品，不法赚1亿7千万，去互通地检署起诉。通地检法院进前早裁准徐淑良100万交保，不过今年9月拍无去的6.5公斤毒品，竟然伫航机站地下室的库房铁柜内找到。我了解以后，就请他们要积极的去追查，了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原来就在那里，还是后来有人动了手脚现在才出现。法务部讲，专案长由通地检署指挥调查局伫对查，要求一定要查明真相。监察院是先纠正调查局，佮单协航机站调查官10个人，找到的毒品的部分，监委也当地调查。针对本局航机站赵姓前主任等10人提起弹劾案，本局对此尽表尊重，将深致检讨改进。对于这批消息的6.5公斤毒品，竟然伫航机站库房找到。我担任检察官的律师是讲，这个毒品案发迄当时无互人敲出来，即马所发现实在是真使人怀疑，也凸显总务管理问题真大。当时都找不到，就在3年后突然发现原来在这边。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好好彻查，因为毕竟其实6.5公斤的安非他命，它其实体积还蛮大，它不是一个小数目。另外，专案甚至可能牵涉到当时这个靠案的毒品，敢真正有提起化验，相关毒品案的证据是不是成立这个问题？律师高方明认为，若做这个毒品真正是吹到的，是不是徐淑良这人牵涉到的偷卖案，还是相关人员互人行政处分的部分，都有可能需要重新调查查清楚，影响会真大。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年底，除了有地方选举以外，也有18岁公民权修宪复决。不过，也有4成民众唔知影这个公投。就一寡 NGO 团体发起宣传计划，也有含地的学生囡仔呢，伫咧各地头的路边演讲，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认识到这个议题。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增订第1条之1条文修正通过。今年3月，立法院以109票全数同意通过修宪的提案，将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公投甲被选举的年岁下降到18岁，所得来爱交予公民复决，超过965万张同意票才会当通过。虽然有下党派立委的支持，不过根据10月民调，表示支持的人敢若占53.6%，除非这的人拢去投票，无要通过是真困难。立法院它虽然各个代议士它都有这样的跨党派的支持，但回到民间，其实跟社会沟通真的相对就是比较少，那甚至是社会上面彼此的讨论也低。那尤其再加上这次的选举，大家都觉得说，好像选情比较冷淡，比较低落。为着提升关注，台湾青年民主协会邀请各党参选人捐扛棒宣传修宪公投，也发起集资计划来赚广告的钱，各连续成立正风办公室。下暗来到路边夹牌啊，这些学生想要透过家己的力量影响社会，用行动证明少年人嘛是愿意担起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其实有人会说，就是18岁，可能现在大部分的高中生、大学生不会去关心政治。那其实我觉得蛮大一部分是因为你没有给他这个权利，他去关心的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今年11月26号的18岁公民权修宪复决，希望各位哥哥姐姐可以为我们投下同意票，给年轻人一个机会，谢谢。记者林书豪、谢桂林特别报道。这10年来，这台北女子马拉松加日本名古屋、美国旧金山的女子路跑，拢是国际女子步跑联盟的重要比赛。今年却因为疫情停办，路跑协会表示，女子路跑确定在明年会再举办，是国际女子路跑比赛在疫情了后的头一场比赛。敢若女性会当参加，甲姊妹伴做伙招标。每一年伫台北举行的女子马拉松，有人甲合作胖胖马，悠悠深头起是为着要减肥开始路跑。
2019年头一届试走半程的马拉松。会跑起来会比较没有那么有压力，对，会比较开心，整个氛围会比较活泼的感觉。路线的跑者愈来愈多，加上女子马拉松才有的特殊气氛。在疫情进前，报名的人数差不多是8,000人至1万人。2020年到2021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减到5000多人。今年直接停办，因为台湾已经向正常生活方向咧起行。2030年决定恢复办理，而且加入高雄场。现在已经10年无走标的奥运空手道国手文姿文，考虑参加3公里的健康组。其实是蛮大的一个考验，然后我可能在跑的过程中，我会一直想着要放弃，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意志力的考验。除了美国之外，其他还是在比较严格的控管当中。那我们台湾就是在明年的这个女子路跑，算是我们在国际女子路跑赛里面来讲，算是第一炮。路跑协会指出。女性路跑即卖愈来愈受重视。明年2月底台北马拉松的前3天，国际马拉松总会会甲全球80几个国家办理论坛，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女子路跑的成长。记者综合报道。部分关节学校已经有提供予查某学生卫生棉，不过立委刘世峰等人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教育部应该爱全面推动。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支持，而且讲这后学年开始，所有学校也有教育部场馆拢会提供免费卫生棉。台北、新北、台南、高雄、新竹、台中和宜兰等县市，拢咧试办伫学校放免费的卫生棉，或者是提供生理卫生用品。民进党立委初三伫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临时提案，请教育部研议4个月内，伫全国各级学校和属于教育部的场馆提供免费的卫生棉。如果各县市政府都有做，那有些县市政府没做，反而变成他们那些地方的女性就是女学生，就相对就是失去了这些权益。目前提供的情形无普遍，也无照顾到偏乡甲弱势家庭。虽望是百姓预算前的临时提案，出席的朝野立委拢表达支持，而且也针对时程和严上代表的性别平等比例提出文字的修正。它也有符合所谓的性平比例不低于1/3的条件啊，所以我们现在要的就是全面嘛吼。潘文忠表示，确实这个阶段爱拍拼推动，不过需要时间甲地方和学校来沟通。自此以新学年下个学年度开始，因为这个现在距离大概半年多了那我们做一个准备，这个要跟学校也做一个沟通。按照通过的提案，教育部会伫4个月内提出全国各级学校和属于教育部的场馆提供免费多元生理用品和相关教育的评估，佮有推动可能性的策略报告，上慢会伫后学年度开始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延后2年举办的世界棒球经典赛，头一轮的 A 组比赛确定伫咧2023年3月7、8、9、10日，伫台中的洲际球场举办。这届 A 组头一场比赛就是伫咧3月7、8，由台湾队对决到巴拿马队。宣传的影片顶管写 "Is back"， 棒球迷袅袅看等真久的世界棒球经典赛正式宣告要办啊！这场国际棒球比赛。原本伫2021年要举办，不过煞拄到疫情延前2年。按算会伫2023年3月7、8至10日，伫台中洲际棒球场举办头一轮 A 组的比赛。这嘛是台中市伫2013年继10年了后，搁一届摕到举办权。那么不但在台湾举行，而且我们也能够获选加入哈。那我们有机会在世界的舞台上来较劲，争取佳绩哈，当然非常重要。台中市长罗秀燕甲中华棒球协会理事长高仲亮，嘛小招明年做伙伫台中替中华队加油。这届经典赛按算分做4组，中华队 A 组的对手包括古巴、意大利、荷兰甲巴拿马。到时中华队会伫台中洲际棒球场，甲这4队来对战。头一场比赛会伫3月7、8对巴拿马。中华队按算拟定出50个人的名单了后，伫明年1月底集训。目前的人选还阁伫咧拟定当中。这是一定是大家共同跟这个老师们、教练们一起研究。这个名单还是要请专业的人来把这名单，大家共同把它提出来。高仲亮表示，目前持续征询球员的意愿，对教练团的选择是绝对有信心，希望中华队会当顺利拍入去复赛。
也若复赛出线的这2个球队会去日本东京参加8强的复赛。另外，门票介绍的部分，中华队有比赛场次，相关的是热亚热区3200，外亚的门票是1000块。也若唔是中华队的场次，内亚是500块，外亚是300块。按算会阁引起国内一波棒球的潮流。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新一轮的气候变迁大会11月7日到18日在埃及开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上届新的研究报告，讲地球暖化情形之下，世界遗产顶头18000外的冰河地点有1/3可能在2050年进程就会消失。那造成海平面变悬，连观光资源也会大量流失。高纬度甲高海拔地区的冰河各大洲拢有，也是冰河所在国家重要的观光资源。不管是坐船还是行路，欣赏壮丽天然美景是袂少人的愿望。即马地球暖化的影响，袂少所在冰河面临消失的危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观测50个列入世界遗产的地点，拢总18600个冰河所在，结果有真惊人的发现。By 2050, around 1/3 of glaciers in World Heritage Sites could disappear. These are mainly sites with a small glaciarized area, but these include iconic glaciers such as the Dolomites here in Italy, as well as Yosemite Park and Yellowst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联合国研究人员指出，以意大利北风岩所在地欧洲做例，差不多30年来气候暖化的程度是全球平均大概2倍外。纬度甲意大利差不多的西班牙，10月27出现30度的高温，打破历年来10月气温最高纪录。另外，研究也显示，为1997至2021年，阿尔卑斯山区的冰河高度平均减少30公尺，差不多是9站至10站楼悬的高度。同款属有北半球的格陵兰冰站嘛快速流失，加紧海平面欠悬的脚步。啊，毋过伫北极加速扬冰的同时，南极除了西半球的半岛地区一直有冰平放弃情形，南极大陆并无快速暖化的现象发生。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今仔日咧有上百个七股乡亲来到台北，抗议这七股的太阳能板数量已经严重影响到因的生活和当地生态。下晡立法院召开公听会，官员是答应讲会伫咧台61线西边起户外加室内型的光电板，而且也会成立七股工作站来处理证据。这个数量的部分，因来做讨论。光电起几片？乌面若买无得去，电板几张去，生活品质全下去。上百个七股乡亲吹衫透明来到台北总统府头前抗议，因为七股光电板的数量已经严重影响到因的生活甲当地生态。因嘛游行去行政院送陈情书，希望行政院会当听到因的心声。下晡伫立法院召开公听会，中央甲地方官员当场承诺，台61线西边绝对袂互业者起户外型的光电板。农委会阁加答应讲，室内型的光电板嘛袂起。室内型纳入环热检核，所以那个地方只要不做环热检核，室内型也不能在那边做，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应该是安尼啊。好。已经抗争4冬，七股乡亲有影真生气，因为无论到倒位顶前，官员拢咧塞责任。应该要建制一个跨中央到跨地方各局处各部会，然后还有地方代表的参与的整合协调平台，那必须要有在地的团体去做那个代表出席哈。今天行政院的发言人在会后的记者会有特别提到，院长指示说要去成立工作站，然后请跨部会要进驻，去具体解决问题。针对乡亲上关心的七股光电总量管制，经济部表示，短期会透过这2档收集的资料，根据总量管制的上限。记者林思豪、谢桂林特别报道。来看台南北门的电量宫有70多年历史，不过这标体是漏水真严重，就要拆掉电器。因有先甲这新兵出火到临时成功，搁再专门请师傅画这3点的立体壁画，就算是临时的成功，也是真用心伫咧处理。
台南市北门3寮湾电量宫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啊。宫方主神是电道元帅，离上尾一届翻修已经40多年啊。最近这几年因为壁壁损甲漏水的情形真严重，甲新庙请示了后，决定伫原地所在停起。因若起新的庙这段期间，会先甲新尊暂时请去庙边仔的临时行宫。建庙到即阵已经40出动啊，内部嘛拢规个拢旧啊，佮一寡有会漏水有破空的所在所以讲伫信徒大会，遮大家决议讲要来拆除重建重建的这期间，阮拄啊找这个所在非常的适合。这间临时行宫虽然是互新民暂时住的，不过庙方也是真点定地处理。因特别邀请在地彩绘头人詹进成，用3D 的手路来设计壁画，突破传统的刻板印象，展现无同的气势。找这个临时行宫，当然找大家是经过王爷跋杯了要大家，大家就是由咱彩绘大师阮小弟伊来画这个彩画你行到倒就对到，所以画了遮活庙宇是一个庄仔头信仰的中心，电量宫甲宗教、观光、甲艺术新的元素来结合，展现出属于在地活力甲创意，嘛毋望有更较侪人来遮行踏。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的嘉东高农有一个餐饮科学生潘胜伟，除了会晓煮食，阁是国标舞比赛定定得奖的选手。伊讲希望会当利用这2项专长，开一间有国标舞风格餐厅。甲菜色切做无共型，摆伫盘顶悬装塔。一个查甫囡仔是屏东嘉东高农餐饮科学生潘胜伟，伊伫学校表现真出色，老师该学了。而且潘胜伟毋但对煮食真有兴趣，国标舞嘛跳甲真优秀，代表学校参加比赛也拢得奖。他是算真的是多才多艺我也蛮欣慰说他能够呢对餐饮有兴趣，所以呢我希望他能够多元发展然后呢未来他可以呢有多重的选择可以发挥他的武艺的方面，或者是说呢在餐饮的部分能够发挥他的强项或是他的专长。潘胜伟强调讲，餐饮甲国标这2项拢是伊的兴趣，因为厝里的经济负担袂起。伊家己拍散工，拿学校的册钱，佮趁学费学跳舞。是国小看到妹妹在学，才喜欢上国标的。我想要继续坚持我的理想，继续学国标，学到以后，未来甚至更久。但是如果以后我继续当舞蹈老师的话，还可以投资像是餐饮类的餐厅，或者更多元的之类的项目。希望未来会当开一间有国标舞风格餐厅，或者是做一位舞蹈老师。另外，阁去投资餐饮嘛会使。潘胜伟认为，只要有心拍拼实践，都有机会甲2个兴趣夹做伙，达成理想。记者综合报道。秘鲁的警方顶礼拜执行一项真特殊的行动，有几多名警察打扮做电影《复仇者联盟》内面的角色，成功掠到一个卖毒品的家庭。也因为这掠人过程看起来真笑亏，这嫌犯一开始佫当作是万圣节的活动。复仇者联盟的雷神索尔，蜘蛛人美国队长甲个 DC 的鸟女，视为真出名的动漫人物。顶礼拜六集体出现伫秘鲁，吸引众人的眼光。突然间，美国队长提起雷神之锤，用来攻破一扇铁门。这个超级英雄就带着埋伏10名警员冲入去，逮捕出来的3男1女。这不是拍电影，是警方精心策划的缉毒行动。La estrategia que se ha empleado el día de hoy de utilizar a unos cómics para llegar a este inmueble sin que se levante sospechas ha sido exitosa. 秘鲁警察在伊发表声明，指出因破获收到立马一个犯罪家庭，这个人毋但是一家伙仔大细涉嫌卖毒，也会4过头手机啊。警员为了无打草惊蛇，趁顶礼拜六秘鲁充满万圣节过节气氛的时阵，巧妙打扮骗过嫌犯。Estamos próximos al día de Halloween, donde la gente se disfrazan, ¿no? Se ponen disfraces de varios personajes. Entonces, nosotros pensamos que utilizando estos disfraces no íbamos a llamar la atención, toda vez que frente a este inmueble existe un colegio y eso no iba a llamar la atención porque la gente si veía a estos personajes caminando por la calle iban a pensar que veníamos a un show
a realizar un show aquí en el colegio. 警员当时伫嫌犯大的所在查获骨科剪甲大麻等毒品，因为规个过程受过戏剧化，嫌犯一开始也就是有人咧甲因滚耍笑。这件超级英雄緝毒的行动，也加做面对社会大家爱讲的话题。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伫咧中国云南有一个真特殊的城市，叫做盐津。这个城市是长高型的，而且上界的所在只有30公尺宽尔尔。也因为这地形的关系，真侪老仔厝的地基是用长长的条仔摊伫半天悬，看起来是真惊人。有人讲伊唔敢住伫遐。河的两边拢是建筑，主体后壁都是真高的山壁。这座沿峡谷兴建的城市盐津，伫中国云南，伊上出名的特色就是真矮。盐津是云南一座县城，全长5公里，不过上快所在敢若300公尺，上矮是30公尺。外国媒体讲盐津是全世界上矮的城市。You can't get lost in Yanjin as there's only one street. 盐津河河分作两边，两环街路敢若一条主要的道路。道路两边有真侪商店，当地居民是差不多40万人。因为土地真少，建筑物大部分是起较悬的，而且拢是客正晚。好看第一排建筑物正特别，拢是吊脚楼。当地学者解说，100年前盐津出产盐，河路两边一寡贸易船，时间一个久，生意人开始伫河岸两边住。为着因应地势，吊脚楼都变做真结块的建筑。As the valley is narrow and the bank steep and slippery, the first residents built their homes on stilts. It was the best work around given the lack of land. It also protected homes from floods. 这种特别的建筑也引起中国网友的讨论。有人认为吊脚楼看了都唔敢住，不过当地居民唔是安尼想。I've always lived in this house. My ancestors lived here. And climbing stairs is good exercise. I wouldn't live anywhere else. 他们撒开就会使钓鱼啊，互盐津是愈来愈出名。Our town is growing and we have more and more clients. My business is booming. 盐津即马未过挖靠盐的贸易，产业慢慢转型做观光。当地居民希望盐津正下会当吸引游客来感受峡谷城镇的特别景致。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嘉南到新竹对21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5度，还有未来3间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